南部嘅美食真係太多，尤其今次有在地嘅台南人帶我哋吃吃喝喝，咁樣爆食法呢，我真係好驚我會再肥翻。但係唔怕，我有懶人減肥法，零節食，唔使運動都可以輕鬆瘦。想知點先可以一勞永逸呢？其實只要養好腸道嘅瘦菌，踢走啲肥菌就可以提升熱量嘅代謝，從根本養成易瘦嘅體質。咁至於點做到呢？好彩！我有 Colli-G 嘅 Slim Pro 極瘦菌，每日瞓之前或者餐後食一包 Slim Pro 極瘦菌，將200億嘅瘦菌定植腸道，平衡翻體內嘅肥菌比例。只要增加腸道嘅瘦菌咧，就可以提升呢個基礎嘅代謝，阻止脂肪嘅合成，加速呢個白色脂肪嘅燃燒，唔需要刻意節食或者做運動，都可以輕鬆瞓住瘦。Slim Pro 內含5種醫療級極瘦益生菌組合同埋5類消脂成分。臨床實證持續服用 Slim Pro 極瘦菌4個禮拜，喺冇節食同埋冇增加運動嘅情況下，體重減少咗2 kg，體脂率下降咗1%。餐前配合埋佢嘅姊妹產品卡路咳懶人燃卡啫喱，仲可以阻隔66%嘅澱粉吸收。以一碗白飯為例啊，大概只有1/3碗嘅白飯熱量會被身體攝取。咁我食咗呢個 Slim Pro 再加卡路咳1個禮拜左右啦，就減咗呢一個體重啦。而1個月後冇乜點做運動嘅情況下，就減咗咁多。咁我之前食過呢個卡路咳懶燃卡啫喱啦，而家2隻產品一齊食咧，我覺得個效果係更加之好嘅，同埋最緊要就係我一直以嚟嘅便秘問題咧解決咗。如果你想延脂修身又唔想做運動，就最適合食 Slim Pro 啦。Slim Pro 同卡路咳咧都係每個口味，餐前食一條卡路咳咧就阻隔熱量，每日瞓之前咧再食1至2包 Slim Pro 咧就可以提升個代謝。食用嘅方法非常之簡單，直接倒入口用水送，或者沖去嚟飲都得嘅。